大家好，我係 NC 房訊圓圓，今日重點推介雅居樂御龍山星耀一期單位。呢一套係1399尺嘅4房2衛，無論係空間、裝修定係性價比都超驚喜啊！單位喺26樓，高層視野開闊，2梯6戶，全屋全新高品質裝修，拎包就可以入住。一齊嚟睇下實景細節。行入嚟就係大廳嘅位置，先轉過嚟左手邊可以見到廚房門前係有一個大嘅落地玻璃窗，採光非常充足。行過嚟呢一邊就係113尺嘅西北朝向超大廚房啦。入邊仲做咗成面嘅落地玻璃窗，喺度望出去係無遮擋嘅山景同別墅景，唔單止空氣通風好，連煮飯都變成咗一種享受啊！呢一個窗景可以話係廚房嘅隱藏福利。廚房上下2層都安裝咗訂製櫥櫃，收納空間充足，整體配置齊全，仲預留咗雪櫃嘅位置添。出嚟就係387尺嘅大客廳啦，開間有3.66米。餐廳放咗張長形大理石紋餐台，空間夠晒闊，而且旁邊整咗成牆嘅訂製櫃連埋展示區。喺客廳嘅前邊都係做咗特色嘅電視牆架。繼續行出去就係63尺嘅露台啦，朝西南方向。喺度望出去，視野開闊，無遮擋，可以見到周邊嘅樓群同埋遠處嘅城景、山景。得閒嘅時候，企喺度吹下風，睇下景，可以放鬆身心。入嚟可以見到客廳通透明亮，牆身同燈光設計都簡約溫馨，仲配送埋大3匹嘅美的空調添。下邊將鏡頭轉過嚟走廊，我哋一齊去睇下每個房間嘅情況啦。首先嚟睇下40尺嘅公共衛生間，朝東北方向，整體空間規劃都好合理。前邊位置係安裝咗鏡櫃加埋洗手台，配備咗智能馬桶。後邊係獨立嘅玻璃淋浴間，做咗半乾濕分離。後邊位置仲有埋小窗，採光通風啱啱好。行過隔籬嚟睇下第一間房，呢間房嘅面積係90尺，朝西北方向。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景色同廚房睇到嘅差唔多，不過左手邊嘅視線呢就會有遮擋啦。呢間房嘅面積係全屋最細嘅，可以規劃成為兒童房、書房或者係工作室都 OK 噶。行過對面再去睇下第二間房，呢間房嘅面積係102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成個空間格局係成一個長方形，配咗一個細嘅飄窗。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視野就麻麻地啦，不過都係可以見到樓間距比較大。喺房間嘅位置係有做嵌入式嘅訂製衣櫃，仲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添。出返嚟行過旁邊，再嚟睇下第3間房。呢間房嘅面積係128尺，朝西南方向。房間入邊係帶一個比較大嘅飄窗嘅，可以見到採光都好唔錯噶。喺度望出去可以見到樓間距大，景觀無遮擋。房間入邊同樣都係安裝咗訂製嘅衣櫃，而且仲預留咗書台嘅位置。裏邊可以放到一張1.5米嘅床。最後一齊嚟睇下主人房嘅大套間啦。先去睇下52尺嘅套位啦，朝西北方向。整體嘅裝修同客衛基本上係一致嘅，都配備咗智能馬桶，做咗乾濕分離設計，採光窗非常通風，細節方面完全唔馬虎。再嚟睇下西南朝向嘅大睡房啦，足足有216尺。喺飄窗位置望出去，景色都好唔錯。大窗戶採光超正，日頭唔使開燈都光猛噶。房間入邊都係做咗成牆嘅訂製大衣櫃，裏邊可以放到一張1.8米嘅大床。對呢一個單位感興趣嘅朋友，歡迎聯絡我哋，後邊會有小區介紹俾到你㗎。星耀一期係位於中山市五桂山御龍山片區，呢2年非常多嘅港澳人士選擇呢個片區，
因為片區入邊有直通巴士站，每日有成10班車往返香港。由御龍山去順昌、大潤發等大型商場係8分鐘左右，而未來去到新三甲醫院係3至5分鐘，去中山溫泉酒店都係3至5分鐘。呢一個片區比較安靜，空氣清新，旁邊就係中山高爾夫球場。目前御龍山片區配套越嚟越完善啦，又唔怕水浸喎。雖然係屬於五桂山鎮，但係享受緊三鄉嘅配套，供應性價比非常高嘅區。如果你預算唔高，咁可以優先考慮一下呢個區域。港人社區同聲同氣。講返呢個小區嘅發展商係雅居樂，樓齡大概係7至8年。物業管理公司係雅居樂雅生活，物業費係2個8毫一方。小區總共有6棟洋房，1至4棟係2梯6戶，而5到6棟呢就係2梯5戶嘅。樓層總高29至32樓，小區入邊有天然氣入戶，實現咗人車分流，車庫喺負1層。小區入邊冇泳池嘅。嚟講下目前嘅二手成交均價。毛坯價係6500蚊到7500蚊一平方，而裝修價就係7500蚊到8500蚊一個平方。喺小區樓下就有一間大型超市，買餸買日常用品都係非常方便嘅。而樓下都有一間中式茶樓鳳鳴軒，有早午飯可以食。樓下嘅洗車美容按摩店都非常多，步行幾分鐘，附近仲有個健身房添。對今日介紹嘅單位感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哋。我哋房源咁多，一定會有適合你嘅。我哋會為你提供1對1嘅完善服務，包括幫你開通電話卡、銀行卡，方便香港匯錢入嚟買樓、售後手續跟進，以及後期辦理居住證、購買醫保等等。我哋仲會手把手咁教你使用大陸嘅 App， 讓你喺大陸生活完全冇難度，做你嘅大陸生活盲公竹。呢期節目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感謝你嘅收睇，下一期再同大家分享優質樓盤啦。